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护理师竟然把手术的相片来献光，这对病患来讲实在无法度交代。这是家己的圣马尔定病院有5个护理人员，甲因伫开刀房咧甲病患开刀工作的相片，放去伫网络顶展红看，引起着争议。病院是来回应讲，其中一个人已经来离职，其他护理师会甲因处罚。卫生局嘛要追究到底，看是毋是有来违反着医疗法甲护理人员法。像这款领红的车布，放伫护理人员个人的 IG 内面，佫有手术房的工作相片，佫摕医疗材料伫滚酸笑，甚至佫有病患私人的相片。这是家己一间病院有5个护理人员抛出开刀房内面病患甲工作时阵的相片，引起争议。真明显已经违反医学伦理。病回应讲，其中一个人真侪年前已经离职啦，其他4个人会处分，内部嘛会好好检讨。觉得极为不妥，好，因为毕竟涉及职业伦理哈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进行议处。律师表示，这款行为犯着刑法甲个资犯。介入他人的非公开的活动、言论、谈话或身体的隐私部位者，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万以下元的罚金。若是病人运输违反医疗法，若是避免的人是护理师，会使依照护理人员法上当，会使给予停业。会依照护理人员法第33条的话，它的罚款的部分大概就是6000元以上的一个罚款的一个部分。那医疗法的部分大概就是103条的话，那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5万元以上的一个罚款。只要伫病院内要翕患者，拢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。就算是分享工作相片，嘛无妥当。医护人员都要尊重病患的运输。